科技防疫成功来阻挡着新冠病毒，但是挡袂掉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，嘛挡袂掉这个好业产愈有愈大。台湾4月份广义的失业率高达5.3%，创下2013年以来的上悬。申请纾困的民众高达400万人。经济学者提出着警告，因为疫情诱大好业产的差距。一般百姓对贫穷的焦虑、对好业人的仇视，恐惊拢会引来更加严重的阶级的对立，甚至是世代的对抗。要安怎来打造均富的台湾呢？咱做伙来思考，而且来找出解决的办法。妈妈买包面是碰到疫情的关系哦，生活上都有困难。可以真的像北欧国家，对高手的人课征比较多的税，然后来强化我们的社会福利。2020年5月，初夏雨纷飞，吴庆生坐电动轮椅，离人来客去的邦桥府中上宽，用华语和台语向行过的人卖面纸，还有树林糖。看看，小姐帮忙买包。看看，帮忙买包，面纸40斤。身体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嘛，而且现在经济也不是说很好啦，就碰到疫情的关系生计生活上都有困难。疫情也未完全停歇，人行过伊的身躯边，那亲像无看到伊同款。等青阳灯，含伊小闪心，总算是有人愿意甲钱摕出来。吴庆生心存感激。谢谢下雨天小太阳。57岁吴庆生，正面的目睭是假，而且有中风的病史，行动嘛无方便，可以吹空过的时阵，四界碰壁。最后是接受新巨轮协会帮忙，带领提供的宿舍。6年以来，离家头卖物件为生，今年也感触特别深。我们跟人家打招呼，人家看到都会怕，而且现在流行病出去如果没有戴口罩也不能坐车，没有戴口罩出去要跟人家讲话，人家看到你就好像看到鬼一样。因为疫情的冲击，互协会营收落一半。吴庆生逐天12点钟街头卖物件，搁安怎辛苦，嘛赚无生活费。吃饭的零用钱还有剩下一点点了，现在等于都好像连吃饭钱都赚不到了，3餐。那你这样3餐怎么办？3餐也就是靠着一些朋友接济或亲戚来救济。农历年过来，其实新冠给我们伙伴带来非常大的影响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会做共识，让我们的伙伴们不会因为没有出去工作而少了这一餐。吴庆生演奏的中年贫穷的悲歌，只是一个城市的缩影，还有足侪亲像伊同款的贫困者，伫社会角落打拼生存。面对疫情海啸，善食人要翻身无简单，甚至可能会陷入更较深的垃圾内底。听到小绵羊，等阵时离厝还有工作地点之间长软。15号5楼之3，65号5楼之3。担任大楼保全的等阵时，今年的工课愈接重，但是会当赚钱的天数愈来愈少。对，外送嘛，下来。稍等一下，防疫期间不能进入大楼，请联络订餐人员来这边取餐。备饮料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大概有14天的班，但是现在目前公司把我减班成为6天，少了快1万块的收入。申请补助是哪个？纾困。纾困的。对。
稍等一下，我纾困，对。借我看一下你的资料哦。好。生存这两个字，对社会基层的人来讲，真正是无简单。一天各地区公所满满的人，拢是为着申请纾困，因拢希望讲会当领补助来解决眼前的困境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。我已经跑第2次了，但是我现在把它那个资料有齐全，这样就比较好处理。贵不贵？我唔知啦。疫情的压力、疫情的影响，必须把他的这样的财产抛售的这样的现象。那如果到慢慢扩大到房子这边也是这样的话，就那个问题就更严重。所以我是觉得政府可能在纾困的同时，事实上你可能要考虑到他这些有房贷、有车贷人的一些这样贷款的压力。可还缴是我想是最比较不会有影响的，因为你说就要把它免除他的贷款，有点困难嘛。依照救台湾，让大家渡难关。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，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。就算疫情过去了，冲击也不会立刻的散去。除了排富，除了这个不重复领取补贴，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弱势优先了哈。新冠海啸冲击全台湾400万人，4月份统计的失业率5.3%，创下2013年以来上悬的纪录。减薪、休无薪假，甚至向裁员的新冠病民人数不断增加。但是对比之下，房市热络，股市回温，符合趁这机会摕到利益。后疫情时代，善食人愈善食，好业人愈好业。还有没有印象说，在 SARS 那个期间，那时候也是整个景气非常不好，劳动者他可能因为经济的压力，所以可能就是有房贷的压力或者怎么样子，他就开始把一些房子抛售。所以那时候很多的财团或是很多的有钱人，刚好利用那个时间就去捡便宜的房地产。因为大概我们看到现象是已经有出现。疫情以后的全球，美国有4000万人失业。但是全国亿万富翁的总财富，3月到4月却增加10%，2820亿，来到3兆2290亿。过来，咱来看南非，一般的人拢是伫贫困的状态，疫情封锁，互民众生活会当讲是厝遐破，佮拄着透明雨，敢若会当去街头领粮食。法国的经济学家皮凯蒂提出上佳收入保障。西班牙政府嘛宣布讲要推动全民基本收入，希望讲会当消除贫富差距。最近这几年，隐隐约约我们可以感觉到台湾有一股仇富、仇商的心理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开始有些人觉得我一辈子都赚不到钱，那为什么你可以做豪宅？所以可以知道，就是说当社会的阶级形成，然后阶级跟上层阶级跟下层阶级有这种对立的时候，整个社会的氛围、社会的那种秩序就会开始出现变化。那这对一个投资、对一个经济行为来讲，都是不利的。缩小贫富差距，政府从3方向着手，分别是调高基本工资税制以及增加社会福利给付。像是连续4年调升的基本工资，2016年月薪20008元，时薪126元；2020年涨到月薪有23800元，时薪158元。基本工资调升了后，月薪涨幅19%，时薪增加32%。行政院阁修正所得税法，包括调关免税额、标准扣除额、特别扣除额，而且调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老农者的津贴。最后是减轻幼儿和长期照顾的负担。上大目的就是要挽肥鹅蒙来照顾金字塔的基层。坦白讲，一定有它的限制，但是这些不做，那更是等于袖手旁观也好，或者是等于完全是不有作为。政府就算是把缩小贫富当作是施政的首要，但是贴补弱势财政的来源，却变成是上大的问题。加上失控的房价，让贫富鸿沟更较深。面对这个难解的课题，学者专家都想要提出解方，就是囤房税吧，针对4户以上的那个他这个累进的囤房税率，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囤房啊，那市场上房就必须释出来啊，那房市出来就供给增加，房价就下跌。全国有超过4间厝的人，拢总有477000间厝，占房厝的总数4.5%。但是内政部认为，课囤房税效益较低，想要降低空出率，应该对扩大租金的补贴，推动包租代管、社会主体这几方面先开始做。
如果我们可以真的像北欧国家，对高所得人课征比较多的税，然后来强化我们的社会福利，然后让我们的社会福利也不是一种为了盲目的这种政治选举的买票，而是真的按照你的需要给你一些福利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个最好的，我所期待的是最好的一个方法。必须要让这个厂商能够赚到更多的钱，他才能够付更多的薪资。所以我们建议政府能够把产业重新做一个结构调整，你再来谈这个加薪，我觉得会比较有利。脱衣工化接下来400多亿，长照就340亿。这些虽然不是透过税或者透过现金给付给你，但是它的包括服务的提供也好，或者说必要的津贴或补助，其实也是减少你的支出。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，全世界拢着传染无分贫富，但是贫富却因为病毒气候油价愈来愈远。每一个国家防疫的同时，嘛要透过纾困来照顾弱势。贫富的难题，除了讲伫税制、社会福利的制度顶悬寻求解决，就业、产业，还佫有教育体制，嘛要互相配合，才会当有效果。台湾想要消除贫富的距离，还佫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行。善食人想要反转改变家己的命运，就要度过重重的挑战。